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其實父親節喺唔同嘅國家係唔同嘅日子嘅。香港、美國、加拿大呢啲地區就係6月嘅第3個星期日，但係喺台灣就係8月8號，因為諧音係爸爸。而喺泰國就係國王生日嗰日先至係慶祝父親節。但係大家都可以見到，雖然日子唔同，不過全世界都會認同一樣嘢，就係爸爸嘅角色絕對係值得俾翻個致敬位佢，為父親慶祝嘅。相比起母親節，父親節就好似冇咁熱鬧啦。可能係因為好多人都覺得男人比較理性，雖然都明白爸爸對家庭有愛，但又好似唔使點樣表示。其實呢一種想法係互相影響而嚟嘅。好多爹哋都唔擅長講我愛你，佢哋習慣咗用行動去表達，可能係每日接送你返學放學，可能係半夜幫你去揾退熱貼，又或者係你受傷嘅時候第一時間衝過嚟抱起你送你入醫院，又或者你話想買某一樣嘢，佢粒聲唔出，靜靜雞就會喺第二日咧放咗喺你枱頭。但係就係因為佢哋唔識得表達，慢慢就變成家人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向爸爸咧表示感謝。喺小朋友眼中，甚至會覺得爸爸成日都好忙，成日都目無表情，好似唔係好太關心人咁。但係其實研究話到俾我哋知，如果爹哋願意由細到大參與孩子嘅生活，當中包括咗一齊玩、一齊學習，甚至肯坐低聽下佢哋講心事，孩子嘅自尊感、社交能力、學習表現，全部都會有正面嘅提升嘅。一份美國嘅心理學會報告指出，爸爸如果喺家庭入面有一個積極嘅角色，對孩子將來嘅抗壓能力、心理健康，甚至乎拍拖、結婚嘅人際關係，都會有好深遠嘅幫助。只不過現實就係喺亞洲文化入面，唔少爹哋都唔慣打開佢嘅心窗。一來喺佢哋細個嘅時候，自己都冇經歷過有人咁樣關心佢；二來社會又成日灌輸男人要堅強，唔好咁多情緒，搞到好多爹哋就算心入面好錫自己嘅仔女，都唔會講出口。但係其實一句簡單嘅說話已經可以改變小朋友，例如係今晚爸爸陪你睇書，又或者係今日練琴辛苦晒，又或者簡單嘅一句爸爸真係以你為榮。呢啲說話特別對男仔嚟講其實好重要，越早聽到爹哋對我哋嘅肯定，越容易建立自信，越識得處理自己嘅情緒。所以今個父親節，不如由你開始做翻個主動表達愛嘅爹哋。你唔需要講得好流利，亦都唔使好肉麻，只要講出你嘅心聲，孩子就會感受到。媽咪都可以幫下手，做爸爸同埋小朋友之間嘅橋樑，唔好淨係同小朋友講爸爸需要休息，反而可以話俾孩子聽，爸爸工作好忙，當佢休息完之後，你可以揾下佢，叫佢陪你一齊玩，因為爸爸其實都係好關心你嘅。其實愛係可以慢慢學翻嚟嘅，只要肯踏出第一步，孩子會記住每一次注視你嘅眼神，你嗌佢個名嘅時候嘅聲線，你拍住佢膊頭同佢講唔使驚，有爸爸喺度，呢一種嘅溫暖。父親節唔係一定要買份大禮物，有時一句真心講出嚟嘅爹哋我愛你，已經比千萬份禮物更加有力量。但願每位爸爸都唔好再沉默，肯去講，肯去抱，肯去聽，因為你每一次嘅連結都會成為孩子一生最穩陣、最溫暖嘅安全感。不如今個父親節就由一句我愛你開始，踏出親子嘅第一步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
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